台湾推动智慧农业来提高生产效益，其中无人无人机运用的扮演重要角色。其中为了减轻农民负担，市府得到关田在地企业捐赠6800罐的稻草分解菌，用无人无人机来喷稻草，等免用烧的，造成空气污染。不止省时省工，也省药剂。护议员游泳池伫中日巡大力推荐，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推广。无论即个喷的路线呢，足精准，咱咧行会歪，伊则行袂歪，啊，你喷顶悬啊，1.5嘛，啥物啦，啊咧，宽度呢有4.5啦，这会当喷足快的所在，药物呢，分解液呢，会当整个容纳到迄个面点内底咧，一打过互即个531喷，迄个稻草刮开，你个所在，但是大家车人呢变付出去啊。伊我徛伫市场边啊，拄啊因爱打理饮一个这腐蚀的气，我就闻到啥物味？腐蚀的味啊，就是已经融化去啊。市长，这你现场有看嘛吼？啊，这免咱推广，啊，这毋是咱台南市即马第一个发明的嘛？这是算讲用迄个菌吼，是咱台湾本地菌，毋是外国进口的菌。这个菌是枯草杆菌。枯草杆菌是咱家己本身台湾家己本身就有啊。家己发明的对啦。啊，所以因是甲即个物件，即个菌甲浓缩啊，甲做有水安尼来喷。啊，你讲伊即马试验起来吼，农业试验所试验起来是真成功。第一，免袂造成空气污染，第二，佫会当减少用有机肥，平均1公顷会当减4500的肥料钱。啊，佫有其他的好处，包括足紧。头你讲的，人工都转几步，转啊叫要用去，啊伊安尼足紧的啊，佫省时省工，佫成本得利啊，即部分咱台南市政府咱会开一个标啦嘛无一定是做一间来做得标，咱是应该是公开啊来甲农友会合作，啊来甲农民合作来替农民服务啦安尼。议员游泳池进一步表示，因为客家是饲石斑大宗，过去石斑9%拢外销中国，不过因为中国突然间宣布暂停进口，互养殖户损失惨重。毛议员游泳池伫中日巡要求农局一定要积极辅导。对此，农局长表示，一定配合中央推广无用药仔饲的生产管理甲产销，并透过电商平台来推广内销，协助市民降低冲击。台南新闻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